接下来就由我来宣布面之类最终的冠军归属。面之类入围决赛的有海方欢颜水粉铺、海方浩雪堂，冠军是欢颜水粉铺。谢陛下。宁夫人，承让了。恭喜如月郡主了。你这手怎么溃烂得如此严重？没事。陛下，臣妇有话要说。你讲。刚刚我看到如月郡主的双手溃烂严重，所以想着臣妇的飞碗霜可以消肿止痛，是否可以赠与如月郡主几瓶？多谢宁夫人，有劳你了。哎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欢颜的产品也有消肿止痛的功效，怎么郡主没试试看？别多管闲事。是不敢用，还是产品有问题？宁夫人，请你不要血口喷人。陛下，臣妇研制疏痕膏多年，所以对市面上面脂的成分都有了解。其实大部分的面脂当中都含有少量的水银粉，因为这样可以让皮肤更加白皙、更加透亮。不过，若是水银粉过量，则会使人中毒。所以，不知如月郡主这双手，是不是也是因为……我的手只是普通的花粉红疹。花粉起疹只会红肿而不会溃烂至此。这明明就是水银粉中毒的表现啊！所以我大胆猜测，如月郡主的双手是因为用了水银粉过量的面脂，所以才导致中毒。聂桑榆，陛下面前岂容你信口雌黄？陛下，现在已经无关胜负，只是若此后海方的面脂行业皆以此次夺冠的产品为标杆，使用大量的水银粉，那么长此以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臣妇提议，若是如月郡主问心无愧的话，我们当场验证；若没有问题，也好还你清白。秦公子，你手上可有欢颜的产品？宁夫人，这便是欢颜的新品清风膏。其实要验证里面的水银含量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石硫磺和加热炉，便可得到古人所说的红色仙丹。仙丹？对，其实就是中草药里面的丹砂，所以我现在只需要石硫磺和加热炉，当场验证即可。不知郡主意下可好？那秦公子有了。陛下，水银乃面霜之中的常用配方，如月并不知道使用过量的水银会使人中毒。这次皇上大会，如月认输。如月郡主起来说话，这水银粉在面霜之中算是常用配方，不足为怪。
但是朕倒想知道，你浩雪堂的产品中，就完全没有添加水银粉吗？回陛下，浩雪堂所有的产品均是由天然中草药调配而成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对女子娇贵的肌肤来讲才是最安全的。看来这一次面之类的比拼，浩雪堂才是真正的冠军。陛下，您这次将皇商大会设立在海坊举办，我想也不是为了分出胜负，对吗？而是想借此机会，来推进新产品的研制，推动整个行会的发展。所以浩雪堂决定，将自己所有的产品配方公之于众，所有的水粉铺子皆可使用我的配方研制新的产品，也可以以此为基础，研制更好的配方。你考虑好了吗？如果你把配方拿出来的话，那么今后所有的人，在所有的铺子里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产品哦。陛下当初开海的原因，就是为了百姓能够更加富足，而不是一家独大。如果此举能够推动海坊的水粉行业，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，浩雪堂也义不容辞。宁执政，这可是你的意思啊？回陛下，此事乃是夫人的主意。好啊，宁夫人如此胸襟，令朕不得不佩服。这海坊行会会长的人选，朕心中已有所向。陛下，宁大人，宁夫人，聂老将军，今日宁夫人获得面之类的冠军，我也有一份厚礼想送给大家。阿正，把贺礼拿来。宁大人，这是我给你的贺礼。陛下，微臣初入海坊，就发现宁夫人与之前大为不同。微臣害怕有人冒充顶替二品诰命夫人头衔，于是就暗中派人搜索线索。果然，跟踪聂老将军在庙里，发现了宁执政的原配聂桑榆的灵牌。宁执政冒充二品诰命夫人，姿势体大，没证据，可不能乱说。难道陛下不觉得一个久居深闺的将军之女，说话作风毫无千金小姐的样子，反而还对民间百姓了解颇深？此事疑点重重。陛下若想证明此事是否属实，请陛下派人搜查宁府，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证据。聂将军，宁执政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禀陛下，此事的背后错综复杂，望陛下让老臣细细的道来。这么说来，凌执政所说的确有其事喽。回陛下，我夫人。陛下，眼前的这个女人绝不是聂桑榆。聂桑榆他擅长丹青，但这个女人却对作画一窍不通。聂桑榆常年研习小楷，但她的字体却龙飞凤舞的。聂桑榆性格阴郁，下人皆对她颇为恐惧。可自半夏被聂桑榆烙了梅花印，故意放火报复你以后，你就废止了宁府的家规，难道不是吗？种种迹象都表明，他绝不是聂桑榆。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
可以让住在县衙的千连雪来作证。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，迷了大家的心，但是只要大理寺严加审问，一定能问出真相。陛下，微臣自幼与聂桑榆相识，以微臣对他的了解，微臣可以用性命担保，此人绝不是聂桑榆。臣可将此女押去大理寺严刑拷打，定能问出真相。来人，把此人押到大理寺，严刑拷问。陛下，此事臣妇有罪。陛下，臣妇不是聂桑榆。但此事与宁执政、与家父、与宁府的所有人皆无关系，应该由我一人承担。如月郡主，你费尽心思设这个局，怎么现在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了？你不是如月郡主，而是宁府的姨娘温婉，对吗？温婉是那个宁府二夫人吗？但她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？那么，请问如月郡主，您为何会对宁府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？陛下，您不要被这个女骗子所蒙蔽，明明是她假扮聂桑榆，反而把脏水泼给了如月郡主。快把她押入大牢，严刑拷问！是，都住手！那个贱星，宁宇轩，放肆！宁宇轩，朕问你，死去的那个聂桑榆，是不是你的发妻？回陛下。是。朕再问你，这个如月郡主，是不是你府上的姨娘温婉所扮？是。来人呐！在。把堂下二人拖出去，杖毙。是。陛下。放开我！走开！林大人，放开！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救救我啊！放开我！原来你骗我，你是温婉，你这个毒妇！自从你把我从大牢里救出来，让我假扮如月郡主去陷害宁云轩的时候，你说你一定会帮我周全的，林大人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血口喷人，你自己冒充如月郡主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跟宁云轩联合起来陷害我。不要！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地方了，我做鬼也不能再回到那个地方。宁宇轩，你愿不愿意救我啊？这样，宁宇轩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就把我做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都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肯救我。好一个罪妇！你真敢听命于林剑星，冒充我的外甥女！你们把本王耍得团团转呐！谭王殿下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拉下去，杖毙！是。林大人，谭王。林剑星，勾结罪妇，欺君犯上在先，罪不可赦。把林剑星也抓起来。是。等下，陛下，微臣欺骗陛下和谭王的确有罪，但是宁宇轩和这个罪妇也该当问斩。她不仅仅假扮聂桑榆，她更是朝廷钦犯查帮记名的女儿。他们二人勾结骗取二品诰命夫人，其心可诛。你说什么？查帮？陛下，
陛下若是想要更多的证据，就让陶将军去搜查县衙，一定会有新的证据。陛下，微臣愿领旨搜查，请陛下允许我亲自带队搜查，以免有心怀不轨之人从中作梗。好，你一定要认真搜查，切不可徇私舞弊，明白吗？遵命。皇商大会，竟弄得一个如此收场，这让天下人如何耻笑朕？来人呐，将林建新及此罪妇先羁押在县衙大牢。是。走开！陛下，您之前答应过宁宇轩，宁宇轩，随朕来。没有。大人，没有。大人，没有。大人，您看。大人，铁证找到了，您看。欠下的债该还了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寿凤宴怎么这么久？不就是宣布个名次吗？是啊，也不知道穆旭打听的怎么样了。先过来，先过来！明月的诡计被夫人当场揭穿，后雪堂拿到冠军了！真的！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！我们必须得好好吃顿大餐，
我们要吃顿好的来庆祝。鬼白，鬼白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对啊，夫人呢？夫人那边出了些状况。什么状况啊？什么？结果宣布后，侯爷拆穿了如月的身份，夫人的身份也被林剑星揭发。皇上让人将她送回行宫，暂时关押。他已经被关押起来了吗？那表哥呢？他有没有去救夫人？是啊，对。侯爷自有他的安排，有他在，绝不让任何人伤到夫人。所以各位先不用担心。怎么会被关押？这怎么办呀？属下奉命搜查县衙，竟在宁玉轩和聂桑榆的房间内，分别搜出了这些东西。这是聂桑榆多年前上学时所写的小楷，皇上请看。这幅画中的诗句和这份小楷的一模一样，但是笔迹却截然不同。宁大人，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？他怎么可能就是聂桑榆？若不是，那真的聂桑榆去哪儿了？回陛下，还搜到什么东西了？回陛下，除此之外，还搜到了一纸婚书。宁玉轩，季曼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遵命。宁玉轩，你还有什么要跟朕说的吗？回陛下，她确实不是聂桑榆，乃是茶帮首领蔡文正之女。什么？真是蔡文正的女儿？臣原本是打算回京之后亲自向陛下禀告，没想到被人领先了一步。所以你在之前和朕讨要一个赏赐，是不是？你到了海方之后，不仅把海方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建立了传播司，为朝廷整顿赋税做了表率，也了却了朕的一种心病啊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多谢陛下夸奖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臣想替我夫人讨一个赏赐。讨个赏赐？宁宇轩，这可不像你做的事情啊。我夫人生性鲁莽，微臣是怕之后万一铸成大错的话，所以……你觉得你夫人生性鲁莽？朕倒是觉得她很懂民心啊。朕发现你来了海方之后，性格也要比以前开朗很多呀。好，就给你这个赏赐。日后如果莫玉侯夫人犯了什么错事，在秉公的前提下，朕一定会竭力的保护她的安全。如何？多谢陛下。微臣有罪，慎由陛下处罚，但请陛下遵守承诺，不要降罪于季曼。怎么？你现在还有胆跟朕讨价还价吗？微臣不敢。微臣所做，只是一个丈夫想要保全自己的妻子。况且当年茶帮一案另有隐情。
怎么回事？禀王爷，有人拦路。元朗，你为何挡我的路？谭王殿下认识袁某，请谭王殿下下轿吧。你一介草民，什么资格跟我对话？让开！你觉得我没资格吗？你们先退下。你想要干什么？谭王，当年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。是你有意找人传假消息给我爹，故意挑拨离间，害得二人惨死。你说的话本王听不懂。你利用我爹不肯招安的心态，故意诓骗他，说给茶帮一条新的路，我爹才轻信于你，去冒充蔡文正，见宁中天。而当宁中天刚到现场，你一把大火将宁中天与我爹悉数烧死，是与不是？你不要诬陷！我这里有你给我爹写的密信，你有什么好抵赖的？你是不是以为这些信被一把火给烧了？苍天有眼，这些信得以保留了。不可能，本王亲眼看见这些密信被烧。那这么说，谭王给我爹写过密信？你想诈我？这些信都是假的。是假，大部分是假的，没错。可是我说苍天有眼，没有骗你。其中有一封信是在我爹身上，而我爹是那场大火唯一的幸存者。没错，当年是我一手策划绞杀了茶帮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就凭你也想把本王带走？你太天真了吧！我要让你和这些信一起消失。来人，把这个反贼拿下！住手！吁！究竟谁是反贼？相信很快就会有定论的。谭王殿下，今日找我，所为何事？事到如今，有何打算？也许你听起来像是在狡辩，但有些心里话，我想跟你说。仅凭着林剑星的一面之词，还有我爹的反应，就断定所有事是我爹所为，我不甘心，我也不相信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没想到啊，有一天咱们两个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此话怎讲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爹当年做那些事的时候一定非常隐秘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林剑星是怎么知道如此清楚的？除非是他，或者他身边的人。
身在这局中啊。没错，我一直在找人查证，当年你爹手脚查帮的时候，谭王似乎正凭几日未曾上朝。对于谭王来说，若查帮变成一个行侠仗义的组织，对他来说反而会是一个威胁。你爹宁中天可是谭王的劲敌，一夜之间，我爹和查帮尽数覆灭，没人会比谭王更受益。可是话虽如此，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谭王与此事有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谭王这些年都没有离开过京城，他是怎么与你父亲联系的？可是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不确定是否还有迷信。不过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宁大人，你是否有了对策？在找到书信之前，切莫打草惊蛇了。宁大人，多谢了。况且当年查帮一案另有隐情。20年前，我父宁中天奉旨收复查帮，是谭王在背后推波助澜，破坏和谈，望陛下明察。那你现在手里有什么证据吗？已经有了谭王的往来密信。微臣猜测，今日过后，谭王必将对凌剑星出手，已经派了鬼白前去保护。若能得到凌剑星的证词，微臣有信心，能将谭王党羽一网打尽。这个案子就由你全权负责。谭王身份特殊，如有不从，可就地正法。臣领旨。原来你们俩早就串通一气。怎么能说是串通一气呢？你勾结蛟龙帮，联合王继尧，操控海贸商会，这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吧？宁宇轩，你不要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就可以诬陷本王。皇上的意思是，如若谭王殿下不配合，皇上口谕，违令者斩。谭王，请吧。好你个宁宇轩，想让皇上我再跟你计较？臣拜见皇上。皇叔，别来无恙啊，请起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宁宇轩勾结乱党，想要构陷我，还请皇上为我做主。
宁宇轩，皇叔说的可都属实？回陛下，这些年谭王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，臣句句属实，望陛下明察。你有何证据啊？臣还有一人证。好，带人证。宁宇轩，你还要陷害我到什么时候？他没有陷害你，谭王殿下，你所做的每一件恶事，我都是亲历者。林建兴，你基于平章之位投靠于我，现在你自己作孽败给了他，你还要把我拉下水啊？4年前西北粮灾，皇上派我主持会盟，你却暗中捉拿西北商户，侵吞赈灾粮款。你胡说！海方3任县令接连暴毙，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你就暗中派沈连成和王锦尧杀了他们。你胡说！你们都在胡说！你们就是联合要置我于死地！皇叔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这天下本该就是我的，我的。本王权倾天下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。好了，皇叔，你这一生机关算尽，却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下场。我相信大理寺会秉公处理的，带下去。是，我才是这天下的主人，本王才是天下的主人。皇叔的事情也算是了结了，可是朕这心里头实在不是滋味。好了，朕要回去静一静。宁爱卿，其他的事情你来处理。是。宁宇轩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我同一年进入书院，同一年入朝为官，而我却从未赢过你任何一次。也就是因为这份执念，害得自己落得如此下场。你揭发谭王有功，大理寺会酌情处理的。我会在牢里面日省月修，深刻反思自己。其实我少年时候的理想，也是为百姓谋福利，可惜一不做，步步错。宁宇轩，我们最初的理想就拜托你了。我们为官的本分都不该忘了。陛下，
民女欺瞒皇上，罪该万死。齐曼，有什么话想跟朕说的吗？民女恳请陛下，能不怪罪宁玉轩？当初霍风二品告命之后，宁玉轩才知道的我的身份，而且茶帮之女之事，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所以这些其实跟他都没。当年茶帮拒绝降安一事，是谭王从中作梗，宁爱卿已经和朕坦白了。这么说，您都知道了，那陛下是不是不怪罪宁玉轩了？起来说话吧。谢陛下。虽然现在茶帮之事已经了结，但是你的身份，宁爱卿现在在海方推行新政，举办皇商大会，扳倒谭王，他这一切实际可以让他顺顺利利地接任平章之位。是，民女和宁宇轩这一路走来，见识到了他的胆识，他的谋略。我相信，以他的能力，一定可以辅佐陛下，成为一代贤臣。所以，民女想要离开宁玉轩。虽然茶帮之事如今已经昭告天下，但是我顶替聂桑榆的身份是朕，而且人尽皆知。我知道京城不比海方，那里更注重声誉，更注重人的背景。所以，如果宁玉轩与我有染，那不仅对他的身份不利，对他的仕途不利，还会徒增陛下的烦恼。所以，民女想恳请陛下，您一定要相信宁玉轩，不要因为民女的身份而对他有所顾忌。民女恳求陛下，求陛下成全。宁爱卿，果真没有看错人。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子，往后怎么做好，你自己定。民女告谢隆恩。宁玉轩，你回去继任平章之位。我的离开是对你最好的选择。你会怪我吗？你可以等我吗？我还想见你最后一面。
季曼。真的是一模一样啊！难怪连我都给骗了。果然，你早就知道了。那就麻烦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儿？见圣上，他要亲自提审你。他是亲口告诉你的，对吧？对啊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这么做也是奉命行事啊。陶将军，假传圣旨可是欺君之罪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能欺瞒皇上，我为何就不能假传圣旨呢？聂大人，聂桑榆呢？陶将军刚才来过，带走了一犯聂桑榆，说是陛下要提审他。陛下，而且属下方才看见陶将军带着宁夫人往北边去了。北边？是。坏了！那天你在县衙就知道了吧？所以故意试探我。只是我以为你和宁玉轩那么多年的朋友，至少会顾及他的处境。你若真是桑榆，我又何须试探？宁玉轩若真的把我当作挚友，他又为何一直欺骗我至此？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犯了欺君之罪，竟然还能苟活到现在。回到京城，你觉得有了皇上的口谕，多半是能够逃过此劫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这是你骗我的，更是你骗桑榆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和桑榆一起学习成长，看到他和宁玉轩恩爱，我替他幸福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们告诉我，她已经死了。她是我的姐姐。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多难过？那天坠崖之日，我是去救她的。陶思维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陶思维，你放开他！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宁玉轩，我的人生就像一个荒谬的错误，我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拖累了别人，也丢掉了自己。侯爷，侯爷，聂桑榆的死只是一个意外。宁玉轩，你别过来！侯爷，侯爷！宁玉轩。
到了吗？侯爷，我发现了这个。这是夫人的衣服，你们在哪儿发现的？在下游，那里水流湍急，夫人恐怕……侯爷，侯爷，让所有人去找，让所有人都去。好，快去啊！你们继续找。是。侯爷，别慢走了。好。别担心了，雪娘子，你说，万一他……好了，那我们这好血堂，看来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放心吧，夫人福大命大，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的。但是已经好几天了，表哥把整个山都搜遍了，但夫人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好了，雪儿，咱们有什么用啊？我们除了在这儿等着，要么就是为他祈福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别哭了，雪儿，你听我说啊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，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，我也会因为担心他的安危，整夜睡不着觉。但是我有种预感啊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回来的，相信我。而且你想想，如果他回来之后看见皓雪堂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他多难受，对不对？既然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把皓雪堂给他开下去，好吗？等他回来之后，看见皓雪堂还和从前一样，是皇上大会的冠军铺子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不哭了。
此生执念三界，安息吧。宁雨轩，你回去继任平章之位。我的离开是对你最好的选择，你会怪我吗？你可以等我吗？我还想看你最后一眼。稳结实了啊！哎，侯爷，都装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圣旨已下，这也不是您与夫人两个人的事了。我都安排好了人手，往后的日子，他们会循着山脉，沿着河流，一直查下去，直到查出夫人的下落。皇上的意思是让您即刻启程赴京，再不动身，恐怕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